講到人工智能，內地短視頻平台快手推出影片生成大模型可伶，一齊睇下出嚟嘅效果。大熊貓喺湖邊彈吉他，貓喺鬧市揸車，兔仔邊睇報紙邊嘆咖啡。呢啲充滿想像力嘅片段，全部係大模型可伶生成㗎。佢由內地短視頻平台快手嘅人工智能團隊研發，採用類似於美國人工智能模型 Sora 嘅技術路線，結合多項自主研發嘅創新技術。內地傳媒話佢嘅效果同 Sora 睇齊，用戶只要輸入簡單嘅文字指令，就可以生成最長2分鐘嘅片段。其餘優勢仲包括可以生成大幅度嘅合理運動，同埋模擬物理世界特性等等。呢段模擬人進食嘅生成片段畫面逼真，不過另一段就見到破綻，片中主角嘅一隻手似乎出現6隻手指。可伶嘅另一個功能就係 AI 唱跳，基於自行研發嘅3D 人臉同人體重建技術，實現表情同身體驅動，只要一張相就可以生成唱跳片段。而家可伶已經開放俾用戶體驗。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永報導。